剧本的《雪中悍刀行》第1季已经完结，在这一季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强者，这些人的实力之强让人动容。那么能够排进前10的又有哪几个呢？全场慢动作的南宫璞也无缘榜单，徐家三姐弟加上陈之豹才勉强打赢的韩雕4也只能勉强排到第10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剧版雪中的10大最强高手。第10位韩雕4，黎阳王朝的首席太监，也是第1季结尾的大 boss。韩雕4号称陆地神仙之下无敌，最擅长的就是指玄杀天象，但事实上地仙之下比他强的人还不少，比如邓太阿和曹长钦这2位，论实力就要比韩雕4强上不少。这还只是已经出场的，没出场的洛阳还有徐彦兵这2位大天象也可以轻松的击杀韩雕4。不过一般的1品高手如果遇上韩雕4的话，也就只有逃跑的份儿了。他在指玄境当中排第2，只弱于桃花剑神邓太阿，一手红蛇附龙之术是无数1品高手心中的阴影。第9位轩辕敬成，剧中出现的第1位陆地神仙境的强者，隐忍20年，读书读出一个天象境，可惜儒家天象不是五夫天象轩辕大盘的对手，于是轩辕敬成耗尽一生的气运，以性命为代价，强行进入了陆地神仙境，引动天雷和轩辕大盘1换1，留下了请老祖宗赴死的名场面。这一战过后，轩辕敬成自身也消散了，算是最短命的陆地神仙。第8位赵宣素，赵宣素是龙虎山的2位祖师爷之一，很早就是陆地神仙境了。不过作为道教的陆地神仙，赵宣素并不擅长打斗，因此在战斗力方面算是最弱的陆地神仙那一档，和轩辕敬成差不多。在武帝城想要杀死徐凤年，然后嫁祸给王仙芝，结果遇到了邓太阿，被当时在天象境的邓太阿吊打，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。元神被盯杀，脑袋被徐凤年给砍掉，一代龙虎山祖师爷呀就这样领了盒饭。第7位赵黄巢，龙虎山的另一位祖师爷，是黎阳王朝的保护神，年轻时期曾是黎阳的皇子，后为了赵氏王朝的气运，在龙虎山上修道，将龙虎山的气运和黎阳赵氏气运绑到了一起，修为也很早就是陆地神仙境了，实力要比赵宣素强上一点儿，是当年谋划对付北凉还有京城白燕的幕后黑手之一，剧中曾在白燕参与了对吴素的围杀。第6位曹长钦，天象境独占8斗气运，独得天象精髓，是现任武平天下第3的人物。这个时候的曹长钦还在天象境，没有进入儒圣，论实力的话应该和邓太阿差不了多少，但是杀伤力方面肯定是比不上邓太阿。如果曹长钦对上陆地神仙境界的赵宣素的话，击败他不难，但是要像邓太阿一样将他给击杀，那肯定是做不到的。第5位邓太阿，李成刚之后的又一位剑神，杀伤力天下第1，手中的剑是杀人剑，剑术无双，是吴家剑种的私生子，按辈分来算的话是徐凤年的舅舅。吴素曾经有恩于他，于是在武帝城时便为了报恩出手帮助徐凤年，将陆地神仙境的赵宣素给盯杀，实力在现任武平上排第2。第4位吴素，徐凤年的母亲，江湖中少有的女子剑仙，虽然只出现在回忆和徐凤年的梦境当中，但吴素的实力极强，很早就是天象境界了。白燕的时候遭遇了多位高手围攻，其中有韩雕4和柳松师，2人都是顶级的1品高手。在剧中陆地神仙境的赵黄巢也参与了围攻，最后时刻吴素强行进入陆地神仙境，打退了所有的强者，从皇宫当中逃了出来，因此那一段时间吴素的战斗力绝对是天花板之一。第3位李淳刚，上一代的天下第1，在当时的江湖是无敌的存在，4大宗师其余3个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可惜因为误杀了绿袍儿后有了心结，论道之战又败给了齐宣真，李淳刚的境界大跌，一路跌到了指玄境，就此一蹶不振，直到和徐凤年一起游历江湖，才解开心结，回到了陆地神仙境。虽然败给了王仙芝，但李淳刚并未在意，后在广陵江一战又突破到了天人境，此时的他如果和王仙芝再战的话，胜负并不好说。第2位王仙芝，自称天下第2，实则是天下第1的天花板强者，武夫正道的他战斗力极强，远超一般的陆地神仙，就算是重返陆地神仙境的李淳刚也只比他使出了9分力。当时的2人在东海大战，王仙芝放弃了武帝城对他的加成，用尽全力的话，或许只有500年前的吕祖能和他一战了。第1位洪喜相，雪中天花板吕洞玄的转世身，这一世开窍之后一步入天象。剧中李淳刚剑开天门后，他又陷入了悟道当中，醒来后应该是觉醒了前世的记忆，此时的他能让王仙芝坐实天下第2的位置，只可惜在剧中没有出手。如果像原著当中那样骑鹤下江南的话，王仙芝也不会是他的对手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老风啊。